同我塊面一樣咁大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威廉，今日我哋嚟試下30年嘅老廣炸雞多美麗 ，Let's go！ 這是配的可樂，這個是醬料，較多。OK， 點咗隻紅紙雞，一個盲盒，有一個小食拼盤。我哋先睇一個盲盒先。咁多嘢，一堆阿爾卑斯幾包麵，有啲大泡泡糖。好像虧的呀。吃雞，這是童子雞，同我塊面一樣咁大。這個抓在手上就很滿足，有沒有？哎呀！佢呢個雞咧，酥脆嘅就係佢自己嘅皮，佢表皮咧冇好多麵包糠啊，所以佢會更加似原味雞。多美麗之前係同肯德基同埋 M 記咧係3大巨頭嚟嘅，不過我細個冇食過呢個，因為我冇零錢。佢藤椒包，這是蘸了藤椒粉雞。佢呢個藤椒粉嘅味道好直接啊，很衝嘅味道。哎呀！雞米花一對雞翼，另一個味嘅雞米花，又係另一種雞米花。佢呢個小食盒就係雞米花小食盒。雞米花唔得唔得。食完啦，聽講佢呢個雞咧係用溫氏生鮮嘅雞，咁溫氏嘅雞應該都係信得過嘅。我呢度30幾，個盲盒10蚊可以唔買啊，都幾抵嘅。想食宵夜叫隻炸雞係 OK 嘅，2個人食應該都得。